5號梁國雄。嗱，我就同姚秀東講過，你搞唔掂環保問題啦，你就要走㗎啦。佢話：喂，喺上面嘅污染源我點搞啊？而家曾蔭權仲叫一個新丁邱騰華嚟，淨係俾上面啲官嚇一嗌就嚇到佢暈啦，好似爭咁樣樣。點為香港人做嘢啊？冇普選，邊度有牙力啊？嘥氣啦！9號彭愛蘭，舉個手。其實咧，我覺得咧，環保咧，垃圾同埋咧係源頭分類好重要啦，教育都係重要嘅。好，8號湯家驊團隊。公民黨咧一路咧同關注光污染嘅團體咧係有緊密嘅聯繫，而我哋咧亦都覺得咧有建議話呢個立法管理係呢一個光污染嘅問題咧係值得去研究。另外咧更加重要嘅咧，其實光污染嘅問題咧係需要從一個規劃嘅角度咧係去管理嘅。咁我哋公民黨喺立法會入邊一路，正如我哋過去一樣，喺環保喺規劃問題上面咧，我哋都係一路不遺餘力，繼續咧係推動呢一方面嘅工作。7號鄭家富團隊。大家好，我係任啟邦。環保咧係需要身體力行，好似我哋鄭家富團隊環保嘅選舉唔派單張係一個最好嘅例子。我哋身體力行喺地區裏邊，喺我哋選舉裏邊咧係身體力行，用一個環保去參選，唔係講一套做一套嘅保皇黨咁樣。好，就住污染問題，4號黃成超。第一咧，實行咧係廢物分類收，因為咧咁咧可以有啲循環再造。第二咧，減少路面嘅車輛，盡快完善咧我哋嘅鐵路網絡，譬如興建北環線盡快。另外咧，我哋已經爭取嘅北區咧一條粉嶺北支線咧要入到沙頭角，因為未來咧有2000公頃嘅特區土地開放。另外咧，我哋希望係保留我哋多啲嘅綠化嘅地區，讓我哋市民唔好隨隨便便將呢啲地咧係污染佢，或者倒泥頭啊，或者咧將佢堆泥，呢個先能可以解決到我哋新界東裏邊咧一啲嘅環保嘅問題。好，剩翻嘅時間我交翻俾你哋用晒你自己嘅時間佢啦。邊個想講先？3號劉偉興。我係想講下民建聯嘅。頭先講咧，你冇時間係冇辦法啦嚇。頭先講話行政長官民望插水，因為佢當民意係浮雲。你哋民建聯同埋佢一齊執政聯盟，你陳克勤仲要賺咗7萬蚊一個月咁耐，你自己話冇幫助，咁樣而家曾蔭權又唔得掂，你又同佢劃清界線，好似長毛講賣主求榮，你哋大家應該係咪榮辱與共呢？我覺得呢，即係唔可以有好嘢嘅時候就拉晒上身，到差嘅時候呢，就話喂唔關我事啊，又有行政會議成員，又有副局長，又有2個政治助理喺立法會又係佢嘅成個團隊幫佢，咁而家嗰啲嘢咁差，好多都係你哋嘅意見嚟㗎。你搞啲副局長、政治助理咪你哋支持咯，自由黨又支持，而家搞到一鑊泡，又做埋晒啲政策，又係傾斜幫啲地產商，就算話要賣樓說明書，立法規定寫幾大啊？好，時間用完，跟住邊位想發言？8號湯家驊團隊。我係8號嘅曾國鋒，我都想回應翻咧，就頭先有人提出咧呢一個法官嘅黨籍問題，好清楚咧，我想指正翻咧就係法官咧而家係冇一個法官係有呢一個政黨嘅背景，我請大家唔好喺度誤導公眾，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我哋一路聽到有好多嘅政黨或者候選人，我哋喺度講話佢哋是其是，非其非。我想講俾你聽，大家早2日可能有睇過一份嘅報導，新力量網絡佢哋做咗一個調查，喺過去4年入邊有69項法案，173項修訂嘅法案，保皇派係100% 支持。點解？我哋民主派唔係淨係反對派，我哋都有92% 嘅支持。佢哋保皇派係是其是，非亦是。剩翻14秒，你仲用唔用？請大家認清楚建制派嘅真面目。剩翻11秒。好，仲有邊個想發言？龐愛蘭9號。其實我想問4號黃成智嘅，你覺得配票民唔民主啊？
配票咧係讓選民咧能夠用智慧地去投佢哋所需要嘅。我覺得唔民主喎，我覺得你唔尊重選民。我睇到你呢度咧就係配票最好兩席單人。我覺得成個好多論壇裏面我未見過你質詢過劉江華，未見過質詢過民建聯。好，時間交黃成智、鄺威蘭嘅回應。唔需要。好，剩翻落嚟，田北俊有15秒，要唔要？係。我真係希望我哋立法會嘅各黨派咧，可以團結一啲，我哋齊心合力，當然可以去逼政府，可以去同政府開會，團結先至係力量。我真係希望有日立法會啊，可以真正為市民。蕭志剛，剩翻3秒。3秒講唔到嘢，多謝。梁國雄36秒。龐女士講先。8號湯家華，我順翻次序嘅啫。8號湯家華11秒，要唔要？我係湯家華啊！首先咧喺度講講咧，就係即係功能組別嗰度，我想民建聯同埋自由黨講講10個最差嘅表現嘅議員，係咪應該即時辭職？我想9號龐愛蘭。好啦，而家梁國雄同埋龐愛蘭咧，剩翻時間，你哋究竟兩個要唔要？唔好互相推讓。好啊，我先啦。我係9號獨立候選人龐愛蘭。當你哋喺度嗌緊交嘅時候，有幾多年青人啊係為吸毒而前途盡毀？當你哋喺度嗌緊交嘅時候，有無數嘅父母啊，為咗啲仔女嘅前途同埋教育嘅問題啊而擔心，包括我自己在內。當你哋喺度嗌緊交嘅時候，有數以10萬計嘅老人家仍然靠生果金過活啊！非常之心痛。當你哋嗌緊交嘅時候，鄰近地區一直喺度追緊我哋，變緊，而我哋嘅香港就仍然係停滯不前啊，冇長遠嘅發展。你哋今日嘅話題啊，有幾多係為下一代謀求出路？請投9號龐愛蘭。剩翻26秒，要唔要？喺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沉默理性嘅市民喺9月7號一定要投票，話俾中意嗌交嘅人聽，你想求改變、求出路，支持9號獨立專業嘅龐愛蘭，為香港、為下一代嘅健康向前走。9號龐愛蘭係你優質嘅選擇，多謝晒你哋嘅支持。5號梁國雄。各位，冇共產黨就冇新問題，冇新問題就冇龐愛蘭。因為共產黨推行嘅小圈子選舉，就係全世界最毒嘅毒藥，令到13億人啞晒，令到我哋嘅民族退步。我要將呢啲毒藥掟落海，大家支持我，結束一黨專政，廢除小圈子。2012雙普選，中國有民主，香港有民主。時間夠，跟住落嚟我哋正式進入總結時間，每個名單有20秒，我哋由10號劉江華開始先，20秒總結，請講。各位市民，我係劉江華。其實咧爭拗無謂，做事最實際。民建聯咧一向喺地區努力為大家做事，喺社會為大家服務。好希望大家再支持民建聯。陳克勤亦都係我哋新一代，好值得你嘅支持。請投9號。時間夠，9號龐愛蘭。我係9號獨立候選人龐愛蘭，我而家先知我啲影響係咁大嘅。我想話競選期間呢，其實見到啲黨派爭拗呢，候選人互相嘅攻擊，忽略咗民生嘅討論。令我更加希望呢，你哋能夠選一個獨立專業嘅人士啦，代表持平、理性、沉默嘅你發聲。希望你支持獨立。8號湯家華。我係湯家華。經過咁多場論壇，大家都睇到、聽到咧，民建聯啊一直迴避緊23條立法嘅問題，迴避緊普選嘅問題。而呢個自由黨咧，亦都係一方面就話支持公平競爭，但一方面咧就反對公平競爭法，言行不一致，只係為咧大財團去賺。對唔住啦，跟住7號鄭家富團隊。大家好，我係民主黨鄭家富嘅任啟邦。政府要監督，
權力要約束。現時嘅政府就係缺乏咗監督同埋約束，親疏有別、利益輸送、官商勾結嘅情況日益嘅嚴重。喺呢個關鍵嘅時候，各位市民，請你支持民主黨嘅鄭家富任啟光團隊，7號鄭家富團隊。跟住5號梁國雄。我係共產黨、富貴黨、保皇黨嘅眼中釘。我輸即係大家輸，我贏即係大家贏。撐長毛即係撐自己，一票不能少。全家公眾員打倒保皇黨，撐長毛一票不可少。好，跟住4號黃成智。請大家認清楚，不要保皇黨，不要掹衫。